靚啊！好靚喎，好靚喎！拜拜，煮好飯啦，中午吃㗎。魚翅花膠瑤柱煲老雞湯，慶典大會現在開始。為我哋城市點讚。無趣嘅世界，做個有趣嘅靈魂。大家好，歡迎嚟到老金嘅 channel。東灣村喺朝早完成咗出嫁女回娘家以及祖祠重修剪彩儀式之後，村慶慶典大會喺中午嘅12點鐘舉行。招呼四方親友賓客嘅午宴就喺1點半開始。12點就慶典大會，1點半就午餐。對方喺度。哦，一圍就1500蚊係嘛？咁啊有啲人就交一個人就150蚊。有時蒸乜啊，乜都講啊，你同佢講嘛。你講乜鬼嘢？肚肥一個男人。啊？肚肥一個男人。夠開淡嘅啊，冇便宜啊！哇，靚唔靚啊？好靚喎，好靚喎！拜拜，煮好飯啦，中午吃㗎嘛？煎嚟一瓜。珍惜當下，再創造更美好嘅環境。哇！啲禾熟晒，有啲草好似好差。點解會咁嘅？係咪打颱風嗰陣時冇殺藥？但係啲谷好生喎。有3個池塘。哦，佢呢度有個騎樓仔連住過嚟。哦，個池塘連埋。條巷好長，不過都好多屋爛。生意興隆，丁財兩旺，身體健康。花膠啊！花膠好勁，我嚟㗎喎，咁自在。不得啦，好啦，好嘅嘛，腰個窿啦，開個窿出嚟咯。佢整咗可以切正㗎啦。有沙包，豆沙包，係。
定到。自己去衰啦。这有没有？分先出爐燒鵝。白蘭地、可樂、天地一號。有菜單喎，魚翅花膠瑤柱煲老雞湯，現場炭燒燒鵝、鹹香雞、枝竹炆羊肉、清蒸游水老虎斑、薑葱炒花蟹、鹹蛋黃焗大明蝦、芙蓉粉絲蒸八頭鮮鮑魚、鵝掌扣海參梅花膠、脆皮炸乳鴿、豬肚大雜燴、乾油炒八珍、沙白肉片冬菇枸杞上湯豆苗、燒豬、鮑汁花菇撈生菜，1、2、3、4、5、6、7、8、9、10、11、12、13、14個餸啊！14個餸一個湯啊！37位，係啊，都好多人啊！都人嘛。飲水思源，永記鄉音。慶典大會現在開始。尊敬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親愛嘅各位父老鄉親、海內外同胞，大家中午好！又見面啦，咁啊非常之開心啦，同我哋咁多位朋友咧係共同度過屬於我哋東灣村歷史性嘅一刻。咁啊，再次要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先啦。頭先係掛住我哋盛大嘅表演咧，亦都係冇去作一個自我介紹啦。我係今日嘅慶典活動主持人，嚟自歡樂星慶典策劃嘅陳文嘉，大家中午好。大家好，我係嚟自歡樂星活動策劃嘅司儀陳小蓮，大家好。小蓮啊，其實講真嘅係第一次嚟到我哋嘅東灣村，但係我哋俾我哋村內嘅村容村貌，以同我哋咁多位兄弟姊妹，尤其是我哋嘅出嫁女們，你哋嘅熱情感動到我哋。今日我想大家最熱烈嘅掌聲送俾我哋現場嘅每一位出嫁女，以及我哋每一位喺海外不遠萬里，喺國內不遠千里翻到嚟我哋東灣村嘅兄弟姊妹，俾啲掌聲佢哋，熱烈歡迎回家！歡迎你哋呢一個掌聲，亦都係送俾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好朋友，亦都希望你哋可以幸福快樂、健康美好。咁啊，我謹代表東灣村嘅全體鄉親，以及係祝願我哋所有嘅好朋友幸福無比、幸福快樂。係嘅，咁啊喺我哋咧所有嘅鄉親團結一致之下咧，讓我哋今日嘅活動咧係更添光彩嘅嚇。所以咧，我哋咧係再次以熱烈嘅掌聲，多謝各位。今日參加本次大會嘅我哋各位海內外鄉親同埋嘉賓係非常之多啊！喺呢度咧係不再一一介紹啦，所以咧我哋需要一份最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各位領導、嘉賓、鄉親們，歡迎各位！亦都係再願祝願鄉親們精誠團結、繁榮昌盛，再接再厲，使家鄉輝煌、平安健康。在此答謝各位裏外順利、健康幸福，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扎根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端分鎮，輻射全國、輻射全球，讓我哋嘅端分兒女，讓我哋嘅東灣兒女越嚟越好，家庭幸福。
以呢個掌聲為我哋東灣村響起，祝我哋村運興隆，人才輩出，子孫萬代昌盛。小聯啊，咁呢個時間咧，亦都見到我哋十頭醒獅咧，都係廣兵有神咁樣嚟到咗我哋嘅東灣村，為我哋咁多位朋友啦，係送上最美好嘅祝願喎。喺呢個時間咧，我哋東灣村咧亦都係一盡地主之誼啦，為我哋嘅醒獅隊伍啦，亦都係帶嚟精彩無比嘅搶青接標環節啊！咁啊，亦都係有請我哋嘅觀禮嘉賓啦，全場嘅朋友用你哋嘅掌聲，有請觀禮嘉賓嚟到舞台之上，掌聲有請蕭權、偉哥、傑雄、智英、國人、梅新益、趙必全、許必全，唔好意思，許必全、偉輝、麗英、妙妮、小周、玉芬、和平、偉明、卓勤、麗富、秀蓮、胡東英以及係燕娜嚟到我哋嘅舞台，一齊觀禮。起師。亦都有請我哋嘅師弟喺觀禮嘉賓嘅見證之下，採聲。送到嚟我哋東灣，亦都有請我哋咁多位節慶嘉賓喺舞台之上，共同見證呢一個歷史性嘅時刻。彩槍啦，亦都係代表住我哋美港嘅標籤啦。咁呢一個咧都係三生萬物啊，三生有萬啊。咁啊，再次送俾我哋所有嘅嘉賓朋友，碌碌無窮嘅感覺，三生萬物。好，彩標成功。第一支標，仲有一支，好，第二支彩標成功。千秋萬世，子孫繁榮。為我哋醒獅點讚，步步高升。再嚟，步步高升，勇攀高峰。你都見到我哋
嘅城市領隊用盡渾身解數啦，將我哋本村為佢哋設嘅一個個嘅難關啦，記得係真係一個採集嘅，咁記得願意全啦，我哋同顏而搶啊，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亦都祝願我哋東灣村嘅兄弟姊妹團結一致，精誠所至。最美好嘅祝願啦，係送俾我哋所有嘅好朋友，尤其是我哋東灣村嘅兄弟姊妹。好，有請群師慶賀。對住我哋各位嘉賓朋友踎低，我哋嚟一個合屋嘅大合照。再踎低少少，再踎低少少，好，仲有一個阿文峰，仲有一個青。醒獅嘅獅頭踎低少少，再踎低少少，獅頭踎低少少 ，OK。
係啦，亦都係全場嘅朋友，呢一個醒獅嘅接車咧，亦都係接過我哋美好嘅祝願。呢一個祝願除咗送俾我哋舞台之上嘅咁多位接車嘉賓之外咧，亦都係送俾我哋現場嘅所有嘅好朋友，將我哋所有美好嘅祝願送俾在座嘅每一位，再次掌聲送俾自己。祝我哋各位父母鄉親啊，大吉大利，家庭幸福，平安喜樂。而家有請我哋嘅醒獅隊伍嚟到嘉賓嘅後方，一齊合影留念。小玲亦都見到我哋10個美好嘅祝願啦，亦都係10甜10美啊！係嘅，為我哋呢一份圓滿而點讚。好，再次祝賀我哋接車接福圓滿偉成。多謝掌聲！好，有請我哋各位主禮嘉賓，係再次落席就座，多謝我哋咁多位主禮嘉賓。辛苦晒醒獅團隊。呢一個亦都係美好嘅祝願啦，亦都係代表我哋籌委會啦，送俾我哋東灣村嘅所有嘅兄弟姊妹，亦都辛苦我哋10多位嘅接車嘉賓，多謝你哋美好嘅祝願送俾你哋，家庭幸福，心想事成，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眾志成城，幸福美好。亦都有請我哋咁多位主禮嘉賓，請落席就座。係啦，咁啊美好嘅醒獅賽車，你都係帶住激情、帶住激昂啦。咁同時呢，亦都係多謝我哋籌委組，多謝我哋咁多位兄弟姊妹。點解呢？因為11月9號咧，呢一個亦都係屬於我哋中國嘅大日子啊！因為今晚嘅晚上啦，喺我哋嘅廣州呢，亦都係中國嘅全運會啊！第15屆嘅全運會呢，我哋東灣村呢都係秉承住呢一個美好嘅祝願啦，與我哋中國一齊積極向上，美好繁榮。所以喺呢個時間，有請全場嘅朋友，用你哋嘅幸福，用你哋嘅美好，送俾在座嘅每一位，祝願我哋嘅祖國繁榮昌盛，祝願我哋嘅祖國國泰民安，祝願我哋嘅東灣村家庭幸福，村運亨通，世代昌盛。咁呢個時間咧，亦都係進入到我哋幸福分享嘅環節。掌聲有請籌委主任許兆權先生嚟到我哋個舞台，為我哋進行大會致辭。掌聲有請！掌聲歡迎！尊敬嘅各位嚟賓，親愛嘅各位鄉親、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嘅慶恩現場。各位，我特別要感謝各位來賓對艱難嘅時間抽出時間呢，光臨我慶恩現場，所以我慶恩活動震撼廣推。我好細個嘅時候，第一團廣灣團係一個風景妙美、團用精擊，招俾人哋稱之為隨焦團嘅回味之鄉。相傳喺團嘅岸邊有一支沙，繞過支沙之後，就使岸灣出河內、出涼內，哪怕係出海內出水幾千碗後，揚下啦就涼內一個。你推介可以逐家逐巷咧 ，M 輪啊！第一架光係門面唔係跳出間女嘅，即係家鄉養育了出間女分布家鄉。我雖然我好感恩我嘅成都。選擇一塊國好嘅風水寶地立盤，生息繁衍。今日對我團立盤嘅時候，給予幫助支持嘅環國成都。我推介要不忘部分，將環國人安成吞慶愛，雖愛如好。為好感人，歷愛為繁榮家鄉作出綜藝貢獻嘅前輩，俾我現愛嘅要雲南歌、褒唱歌、威儀歌和啱停背、小鏡廊、別花團用，改善團民嘅生活環境，為家鄉嘅繁榮發展作出不可磨滅嘅貢獻。對劇嘅愛人嚟啊，我團開嘅團民永遠不忘。各位，當佢登台嚟嘅時候咧，談到應潮都。佢嘅thần身近於150年，佢哋現在要170幾年。雖然經過幾經挑戰，但係畢竟能夠對冇self價值。幾個團民考慮一致認為要重建都市，既然我哋可以說重建都市成為出家隊回娘家嘅官方倡議。倡議發出之後，海內外嘅鄉親反應熱烈。海內外嘅鄉親
慷慨解囊，齊齊奉滿，唔叫三蚊換。喺美國嘅鄉村定論過了，美金20萬元，家邦另外傳承威爾動聽嘅遺案，公安人民幣20萬，自營國校領課啲客觀人民幣10萬蚊，來影美麗麗照，佢參加人看遺案判出美金5萬元。據控據，參加官寬嘅人一共要357人，總官寬折合人民幣200萬元。對籌款嘅過程中，出現好話令人感動嘅事蹟，另外喺紐約。有個鄉村咧，佢要夠唔夠，佢就將，但係佢都將存不餓嘅存款入邊撥出2萬元，將個2萬元分成4份，3份昂落杜基嘅對內款款，1份昂落杜基嘅款款。各位，各鄉村唔單止灌出嘅田培，而且還灌出了杜基一份心，一份家鄉嘅心。海內外嘅鄉村嘅善行義舉，唔單止斷他在尊敬嘅行行動，還斷他在奧運團嘅團墟團文壇上。學會我入第一個機會，重臨感謝團墟鄉村對我嘅信賴同支持。在1年嘅籌備工作當中，我嘅籌會顧問花了大量嘅時間，做了大量嘅工作，唔少嘅鄉親朋友勞心勞力，無私奉獻。學會我要向所有嘅為嗰啲慶恩活動作出貢獻嘅鄉親同朋友，致由衷嘅感謝。各位鄉親，今日我會舉行慶恩活動，都要不忘成都弘揚都話。我大家要發揚愛國愛鄉嘅好傳統，關心支持家鄉建設。王總點樣講？搬離了奧運團，去海上或者出國，但係意圖我嘅根還對好玩啊！根據不完嘅統計，或者有200人從美國返嚟，好嘅鄉村冇見面已經幾10年。比我冇難啲，佢以為好玩嘅時候，我只係在留低，係咪黏低啊嘛？
到現時咧，和靚嘅路都已經鋪咗半啦。只要舉辦或者慶祝活動，我推介才能要以機會見面。佢一慶祝活動實現了喜愛姊妹嘅愛還願，堪稱世紀愛還願。眾人花了一日天，花了一個時間，值啊！我嘅講話又要結束啦，祝慶祝活動圓滿成功，祝各位順利健康，工作順利，心想事成，萬事勝意，祝家鄉不論繁榮景亮。感謝大家。多謝，亦都有請我哋嘅邵權先生請留步，請留步。咁啊，其實咧，我哋嘅邵權先生咧都係用緊為最中意、最天剔嘅漢訓話，去講佢呢番嘅法門。家鄉嘅鹽啊，壓迫嘅甜腸；家鄉嘅水啊，壓迫嘅鹹；家鄉嘅飯菜啊，壓迫嘅香。將成代表送俾我安歡，送俾我好嗎？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嘅出嫁女們咧，端婚女堂底水，我哋咁多位最靚嘅出嫁女咧，你哋有一個美好嘅祝願，亦都有請我哋嘅妙妮姐姐啦，代表我哋嘅出嫁女，將呢個美好嘅祝願送俾我哋嘅籌委主任許少權先生，呢一個係美好嘅祝願，多謝你為我哋本次嘅大會。勞心勞力，一齊影張相啦，好唔好啊？係啦，咁啊代表我哋姊妹咧送上呢個鮮花，中間企啊，係嘅，呢一束美麗嘅鮮花都係啦，我哋所有鄉親嘅呢一份心意嚇，祝我哋許少權先生係身體健康，多福多壽，家庭幸福，事業興旺。多謝多謝，亦都多謝我哋嘅妙妮姐姐，有請兩位請落座，多謝你哋。哇，小心，多謝，太美好啦，少年。係啦，全場嘅朋友，再次用你哋嘅掌聲，有請我哋嘅致辭嘉賓，東陽村委會梅思維主任為我哋本次嘅大會進行致辭，掌聲有請梅主任。尊敬嘅各位嘉賓，台內嘅鄉親們，大家好！今日澳門盤嘅慈航落成登台以及回娘家活動，我作為土幹部，能夠站在這裡，我感冒無比嘅激昂而感人。小蘭聽聞咗我向在座嘅每一位鄉親致以對城市嘅問候和深深嘅感謝。慈航嘅條件不僅係為我們嘅都城嘅敬重，更可以現出為一個家族以及文化精神嘅傳承，以及海內外嘅鄉親嘅團結以及應對力。回娘家這個充滿溫馨嘅大會，盛載着我們為這份會議嘅歡樂，為這份會議上嘅人文嘅牽掛，讓我們攜手並肩，共同努力，一起為家鄉嘅發展共同鬥志嘅力量。所以，我聽講，無論我們額外遠，這份會永遠係我們嘅心靈康環，係我們最溫馨嘅家。願我們嘅團嘅明天更加繁榮，願我們每一位鄉親嘅生活更加幸福美滿。啊，我分享啫，多謝大家啊！非常之感謝梅主任帶嚟親切嘅道賀同埋支持。好嘅，繼續我哋熱烈嘅掌聲，有請出下一位致辭嘉賓。掌聲有請我哋廣東許氏宗親總會許必全執行會長上台致辭，掌聲熱烈歡迎。
尊敬嘅各位中長，我哋東灣村海內外僑拜，東灣村嘅宗親兄弟姐妹們，大家中午好！今日我好榮幸嚟參加呢個東灣村祖祠慶典同埋我哋呢個出嫁女回歸。喺呢度我代表廣東許氏宗親總會，同時亦代表我哋廣州高地街許地嘅宗親，預祝我哋嘅慶典大會取得圓滿成功。我今日第一次嚟到東灣村，我睇到東灣村咁多祠堂林立、書院林立，呢度文化底蘊相當深厚。今日祠堂嘅重建落成，係我哋大家宗親團結一心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嘅一個見證。所以我覺得今後呢，我哋仲要逐步將我哋家族嘅傳統文化要做到更好。第一個我建議呢，就話我哋家族嘅歷史應該將佢編排好，等到我哋嘅後代了解我哋嘅先人嘅豐功偉績。只要佢哋能夠了解我哋過去嘅歷史，先能夠把握好今日，創造我哋嘅未來。所以我哋嘅子孫係要期待啊！我哋要好好學習我哋呢個家族嘅輝煌歷史。第二個呢，仲有一個就係收族譜。我哋而家侍奉聖西啊，各地都喺度編修我哋以前嘅族譜，因為經歷咗咁多嘅時間，好多族譜有啲係丟失啦，有啲咧又荒廢咗，有啲咧就搞唔清楚。所以咧，我覺得喺我哋東灣村咧係有咁多熱心嘅宗親嘅支持底下，一定要將上面嗰兩樣工作做好，使到我哋呢個許氏家族嘅歷史文化能夠永遠傳承落去。最後，我祝大家各位宗親身體健康，合家幸福。喺呢度，我代表廣東許氏宗親會獻上一幅詞匾，請我哋宗親攞上嚟。而家係由我哋廣東省許氏宗親總會東灣村嘅代表上嚟接，係送出我哋對今日呢個慶典嘅一份賀禮。有請我哋嘅東灣村石權叔同埋傑雄哥係一齊接過我哋呢個祝福嘅禮物。哇，字畫嚟嘅喎，睇睇先。係，請移步向我哋嘅中間處。世德流輝嚇，嚟，我哋一齊合影留念，望向前方。呢一個亦都係美好嘅祝願，作為我哋廣東省許氏宗親總會對我哋東灣村送上最真摯嘅4字祝福。讓你哋希望從今以後，我哋可以繼續幸福美好，源遠流長。嚟，掌聲，多謝。好，請再合影留念一張，同我哋今日嘅慶典主題再一張嚇。係，請望鏡頭。
多謝我哋嘅主禮嘉賓，多謝。咁啊，亦都有請我哋東灣村嘅代表，將我哋美好嘅祝願啦係收起身啦。應該咧掛翻去我哋祖祠嗰度哦。冇錯啦。係。咁亦都希望我哋嘅子孫後代啦，可以繼續去欣賞呢一幅美好嘅字畫，亦都係蘊含當中嘅意義，亦都係祝福啦，將我哋每家每戶去承傳落去㗎。係嘅，喺我哋啦，許會長頭先嘅致辭當中都係啦，講到啦，要感恩先輩，係咁啊，珍惜當下，再創造更好美好未來，係咪先？哇！呢個祝願係非常之勵志嚇，咁希望啦，我哋作為啦現代後輩咧，把我哋呢一份精神啦係傳承落去嘅。咁啦，我哋今日嘅呢一個主題咧，仲有一個係祈喎，係祈出嫁女歸寧啊！咁頭先咧喺我哋嘅眾多嘅嘉賓當中咧，都係咧有出口表揚咗我哋嘅一班出嫁女嚇。係啦，啲女嫁出去之後咧，都係啦，翻嚟啦，係回饋家鄉啦，建設家鄉啦，係出心出力出錢都好多下㗎。相信我哋一班出嫁女咧，今日歡喜回鄉嘅話咧，都有好多咧心情嘅喜悅嘅説話要同我哋各位鄉親訴説嘅喎。所以接下落嚟咧，要邀請出啦我哋今日開心回娘家嘅出嫁女代表有2位嘅我哋嘅姊妹上嚟分別致辭。首先掌聲有請我哋嘅許妙妮女士，掌聲歡迎，有請。各位尊敬嘅靈後及董長，各位同團，各位來賓，大家好。今日能夠以為嫁女為婢嘅身份站在呢度，見證燕朝都所重建落成燈輝，心中充滿無限嘅感恩同驕傲。我兩種規劃嘅地位呢，如會圈為運行。但係仍然仲係家鄉，因為我們呢台，我哋嘅根係喺呢度。我哋喺都老重鋼，區內外嘅動團奮鬥一行，我哋感恩無比嘅氛圍而到後。喺呢個喜慶嘅都，我為兵為間女，監調為都老重建同各種慶安活動得出共同嘅鄉團父老慶愛點位。特別要感謝嘅係盤叔，小盤叔呢，咁慶嘅活動係成功嘅舉辦，盤叔嘅功不方華，佢花費咗大量嘅時間同埋精神精力嚟籌劃創辦，只係為西國嘅慶安活動能夠舉辦成功，到最後讓我一班嘅為間女呢，感冒家嘅溫暖。我哋十分感激，都市嘅重建唔止係地震一個負荷，而係延向我們家族嘅根而換。喺我嘅喜慶嘅時刻，將我們輝氏家族興旺長情，都順維維，和諧平安。最後祝今日嘅慶安圓滿成功，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謝謝大家。非常好，再次熱烈歡迎咧，我哋班靚靚出嫁女嚇，翻嚟我哋咧親愛嘅家鄉當中。係啦，聽到阿妮姐咧呢個親切嘅致辭咧，我哋咧深感感動嚇。好，再次熱烈嘅掌聲邀請出咧我哋另外一位靚靚姊妹，有請我哋嘅出嫁女代表第2位姊妹，有請許麗英女士上台致辭，熱烈掌聲歡迎。各位嘅
向thân các vị嘅姊妹、các vị嘅親朋好友大家好。春節不發thời迎活，太陽旺福旺爺出，金經顏色安貴平陽。今晚歸行我們奧運團應潮都嘅重建落成嘅恩嚟，入出嫁女桂寧滿浪。我得為國嘅出嫁女林婷感冒十分嘅激動，榮幸同埋結合，又感冒家鄉嘅陪伴，感冒嚴重嘅救氣。我出嘅滿浪原來以各位父老兄弟姊妹擁有嘅管道，社會嘅定心嘅策劃，父老兄弟姊妹用力定用合作。阿伯成本叔不負勞夫，勤力勤為，所以我出滿浪順利而隆重舉行。我唔希望為俾我們嘅出嫁女會成本叔而及接受滿浪嘅款嘅父老兄弟姊妹深感悲事嘅待遇。今日我們出嫁女雙雙歸寧愛對妹，向父老嘅鄉親問候，親朋報平安，安穩南基成冠貧困，父老向兒子為業。女嘅以夢為馬，不負説話，財富滿浪，不安應對和會用運團嘅家鄉記憶，接背高會激勵向人不無強，指望前行，思高聽連，聽赤不離根，銀行聽連不忘東，無論我們身對何取，同路足門都路聽條問成根心業。業外業幫眾順運進行好嘢，祝願所有嘅親朋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好成良伴，祝願平安滿龍，圓滿成功，謝謝大家。多謝晒我哋嘅許麗英女士作為出嫁女嘅代表啦。係講出我哋美好嘅感謝，亦係衷心嘅祝願。亦都希望我哋就好似歌詞當中所唱嘅一樣，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睇下我哋嘅出生地，睇下我哋嘅祖居，睇下我哋嘅祖籍幾咁漂亮，幾咁幸福。接落嚟，全場嘅朋友，用你哋嘅掌聲，有請東灣村村長許偉剛先生嚟我哋嘅舞台之上，為本次嘅活動進行支持。掌聲有請村長。基於各位嚟講，行業看到嘅鄉親們，大家好，今日包括嗰個都市落成單胎嘅出版員教育平安活動，對本工作200萬人嚟，仲未過嗰個平安，嗰個平安嘅活動咧，到一年嘅時間嘅準備，我3可以咧奧運團開始都算嘅營隊咧，開嚟可以向睇嚟常近都團出辦會唔家良家嘅慶安活動咧，放佢街內，共安對嗌。唔少靚嘅嚟萬類慶安活動掛被嗌人嘅時間，所以慶安活動維持舉行。對我要讓所有嘅慶安活動得出共滿嘅認同。隨時從動感嘅。我還要感謝各位嚟講，話俾咗加入嘅時間，光臨慶安活動，同埋給我們各大嘅歡樂，要嚟分心之中嚟當中嘅活動，華南為慶安。
鄧慶共推，我哋感謝各位來賓。好唔好咧？年紀大我哋做嘅咧，我哋係啦。你真唔叫佢講啊？我們舉行這般大型慶祝活動咧，因為其一個人唔多，會各方面聚會嗰度咧就聽係打開人。祝慶祝活動成功，圓滿成功，祝各位順利平安，共當順利。我講下完啦，我哋多謝晒我哋偉光村長嘅精彩致辭。咁亦都希望喺我哋市委市政府嘅正確領導之下，喺浸會鎮政府嘅高度重視之下，我哋東灣村可以越嚟越好，東灣村越嚟越漂亮。咁就好似頭先村長所講嘅一樣啦，我哋今日咧有嚟自世界各地嘅許氏兒女翻嚟我哋嘅祖居啦。咁同時嘅話咧，亦都係有好多不遠萬里嘅朋友翻到嚟我哋嘅現場，所以接落嚟咧，亦都係掌聲有請我哋嘅籌委主任傑雄先生嚟到我哋嘅舞台，為我哋感謝一下嚟自五湖四海嘅兄弟姊妹，掌聲有請。各位來賓、各位鄉親、女士們、先生們，下面呢，我同大家介紹我出席今日嘅嘉賓。今日係週日係嘛？好多人都係不辭勞苦，浪費咗休息時間嚟出席我哋東灣村嘅慶典活動。喺呢度非常多謝佢哋。下邊我喺度介紹下來出席我哋嘅嘉賓名字。中共台山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李白雲女士，佢啱啱就有啲事就行開咗啊！我哋喺呢度特別多謝佢，正式多謝佢先。台山市人大專職常委譚遠東先生，多謝東哥。端分鎮鎮長葉子雲女鎮長，佢啱啱有事行開咗啊！端分鎮人大陳偉傑主席，多謝陳主席。端分鎮政府馬文雅副鎮長，多謝馬鎮長。台山市統戰部殷以文主任，多謝殷主任。端分鎮僑務主任譚文峰主任，多謝譚主任。端分鎮海洋村委會主任梅思維主任，端分鎮僑務辦陳慶偉副主任，廣東省許氏總會許必武常務副會長、常務會長，多謝。肇慶市前政協副主席黎維賢先生，高明市前人大副主任黃國東先生，我哋嗌白啊，嗌白不條羅夫。台山市前質監副局長陳啟賢先生，台山市前海洋局副局長文蔣贊先生，端分中學副校長伍振凡先生，我哋凡哥，好啦，多謝晒各位嚇，下面將時間交返俾司儀。辛苦晒。
多謝晒我哋嘅。傑雄哥係啊，我哋都嗌聲傑雄哥，因為咧係真係好辛苦啊！佢咧從朝早咧係入主儀式，至到我哋此時此刻咧，佢真係啦同埋我哋嘅籌備組咧，大家都係勞苦功高嘅。再次熱烈嘅掌聲獎勵我哋籌備組所有工作人員，辛苦晒！一次活動嘅成功啦，亦都係離唔開眾志成城，離唔開精心嘅策劃。可能好多人就會話：我出錢翻嚟就可以參與呢一次盛大嘅活動。其實唔係嘅，我哋細緻到每一朵花，隆重到每一個禮花，隆重到會場嘅建設，令到流程嘅申報，都離唔開一心一意、專心精緻嘅一個策劃。所以我哋再次掌聲送俾我哋本次嘅籌委組嘅所有嘅嘉賓朋友，多謝你哋嘅勞心勞力。係嘅，所有嘅鄉親們咧，今日都係積極參與下，個個都有份參與，以及咧係捐資出力嚇。咁所以咧，而家呢個儀式咧，接下落嚟咧係要向對我哋咧本次慶典活動作出重大貢獻嘅各位鄉親獻花送祝福。掌聲有請我哋嘅接受獻花嘅各位好朋友，掌聲有請家寶。由於家寶冇喺現場咧，亦都係有請我哋嘅妙妮女士咧代為帶領嘅。然之後，各人兄係智英、麗英、妙妮、小周、和平、玉芬、迎芳。由於迎芳冇喺現場呢，亦都係由我哋嘅生子陳燦傑代領嘅。掌聲有請我哋以上嘅嘉賓嚟到我哋嘅舞台，掌聲歡迎！所有嘅鄉親們，再次用我哋最熱烈嘅獎勵嘅掌聲，俾我哋呢一批對我哋本次慶典活動作重大貢獻嘅人物，表示表揚同埋點讚。亦都係有請我哋嘅禮儀小姐咧，係以及我哋嘅獻花嘅幾位姊妹一齊獻送鮮花，送上美好嘅祝福。我哋嘅獻花姊妹咧，亦都係有請我哋嘅潔瑩啦、以清啦，以及係錦玲啊，喺呢個位置，我哋一齊嚟到舞台之上啦，為我哋送上美好嘅祝願。係嘅，三位姊妹咧，十位啦，哇！我哋許氏靚女啊！亦都再次掌聲感謝我哋嘅勞苦功高嘅朋友，多謝！多謝你哋出心出力返到我哋嘅家鄉，掌聲歡送！好，請回座。再次感謝我哋所有對我哋本次慶典活動作出重大貢獻啊！係表揚啊！係啦，小蓮啊，咁啊呢個時間嘅話咧，我哋本次嘅慶典活動咧都係接近尾聲㗎啦。咁啊，亦都係再次代表我哋歡樂星慶典籌劃，祝願我哋東灣村村民幸同，祝願我哋所有嘅嘉賓朋友家庭幸福、身體健康、心想事成、旅外順利。多謝你哋嘅回歸，多謝你哋嘅翻嚟鄉下，多謝你哋嘅美好見證。好，讓我哋再次響起一份對自己熱烈表揚嘅掌聲，讓我哋無論喺何處何地何時何日，都作為東灣村人而驕傲而自豪，好嗎？為自己點讚！馬上上菜啦！
今日嘅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下個視頻，老金同你不見不散。